呢，像山顶落花草溪也有水，求等伊的形影煞一阵来浮起。我好像彼才失去爱情的白灵丝，后悔无讲出迄句话，伊伫点梦雾中飞过来飞过去，这嘛无伊，遐嘛无伊，不知伊敢有和我有同款的滋味。我不愿变做失去爱情的白灵丝，我要来讲出迄句话，迄句话吞伫咧心肝头遮多年，一句我爱你，两句我爱你，我要对你讲出千千万万我爱你，一句我爱你，两句我爱你，我要对你讲出千千万万我爱你。谢谢王敏璇。马上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敏璇，其实你是一个很有实力的，因为你的声乐唱得这么好。其实我刚看到《北灵西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犹豫，就是你不知道会唱怎么样，因为这首歌很难唱，因为我自己也唱过，非常难唱。然后我看到你在唱声乐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结果反过来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用到你的功力的大概1/3都不到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必须要很多的气音的，它必须要很多的气才有推得动这首歌的这个整个歌曲的架构。我觉得必须要很多气才能够推得动。但是我觉得你这首歌可能也犹豫了，可能还是说你自己这首歌没有那么的熟悉。我觉得唱的很多的点都不太对，最主要就是那个气的感觉也不够，推不动这首歌。其实这首歌真的需要大量的气，所以需要大呼吸才慢慢去把这个歌的 melody 把它推出来。我觉得这首歌可能真的不是那么适合你，所以下次选歌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敏璇，老师好，紧张吗？很紧张，因为很明显毕竟是第一个舞台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在你那么紧张的情况之下，还有这样表现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谢谢老师。那可以感觉得出来你很紧张，然后呢，因为你自己学声乐，你应该知道你今天的气没有调顺，对不对？在有些不该换气的点也换了，不小心换了哈。那但这是小瑕疵没关系。我觉得你本身唱歌的音质跟技巧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你要克服你自己的紧张。所以第一次来一定会很紧张，下次再来就没问题了。谢谢老师。我还蛮看好你的，我觉得你唱歌很有天分。谢谢老师。